，groupbuyer.com 着數推介，睇完呢堆評價，真係感受到咩叫天堂與地獄一線之差。有住客激讚話位置方便，近日越背，房間又大又乾淨，晚餐仲有驚喜，但另一邊廂就有住客嬲到爆，話被酒店偷龍轉鳳。明明 book 咗海景房，結果俾咗間似劏房嘅單位，仲要廁所浴室唔分開，真係慘過返工。最離譜係有兩位住客都投訴清潔問題，浴缸有頭髮漬都唔清理，呢個真係酒店業大忌嚟㗎。不過都有住客話房間設備齊全又安靜，早餐就普通啲咁啦。總結嚟講，呢間酒店質素真係好飄忽，好似玩緊俄羅斯輪盤咁，唔知自己會抽中天堂定地獄房。如果想搏一搏嘅，建議揀返基本房型，避開暢享假期套餐，同埋入住前再三確認房間類型，否則分分鐘中伏啊！541港元遠眺歌劇院珠海匯酒店住宿套餐，呢個套餐真係抵到爛。入住珠海匯酒店，可以探索嶺南古村同古巷，仲可以去漁人碼頭同情侶路浪漫散步，周圍仲有海鮮街任你食，即刻同 GroupBuyer 預訂仲有折扣添。酒店位置超正，坐落喺海中樞核心區，情侶路 C 位，對面就係珠海最新嘅網紅打卡熱點日月貝。酒店設計型格十足，隨便影相都靚到爆，張張都係大片級數。房間走輕車路線，每間客房都有全景落地窗，坐喺度就可以飽覽珠海同澳門嘅靚景。周邊景點多到數唔晒，漁人碼頭、情侶路、日月貝歌劇院、海濱公園等等，玩足幾日都唔會悶。酒店位於海中樞核心區，情侶路 C 位，對面就是珠海最新的網紅地標打卡地日月貝。酒店以回作為設計靈感，室內空間感很強，走進來就有一種獨特空間的感覺，拍照會很好看。酒店設計感強，隨便拍照都很出片。房間的設計是簡約的輕奢風格，色彩的搭配，裝飾都極具特色。據說很多家具都是定製的，格調很不錯，算是高端配套。房間偏輕奢風格，每間客房均配有全景落地窗，飽覽珠澳風景。回酒店周邊景點多，漁人碼頭、情侶路、日月貝歌劇院、海濱公園等。酒店的位置非常好，去哪裏都方便，可以步行去日月貝打卡拍照，可以去情侶路散步觀海景，和珠海漁女拍個合影。附近的景點還有漁人碼頭、陽明廣場、海濱公園。按下面訂閱按鈕，追蹤我哋着數優惠。有你哋嘅 like 和訂閱，會鼓勵我哋製作更多內容。即刻上 groupbuyer.com 啦！